本港嘅野豬改變咗生活習性，到人類嘅社區進行覓食。背後嘅原因係有一班不顧後果餵飼佢哋嘅人啊。而當你想試圖教育佢哋嘅時候，就會俾佢哋話你妖魔化，定其實係大魔法呢？所以今次 campaign 有呢兩大重點，同埋將會同港鐵合作推出滿團列車 campaign， 因為影響範圍最廣同埋最能夠接觸到餵飼者。餵食野豬軍會喺港鐵站放置野豬軍嘅 3D 模型，開始會喺鰂魚涌黃竹坑同埋將軍澳站擺設。個野豬軍頭上嘅 QR code 之後，簡介面上嘅食物就會令可愛野豬軍變成飯來張口推極唔走嘅達摩。團圓祭霸，一次餵食大約會帶來20隻野豬，一架港鐵大概有2500嘅載客量。野豬軍累計125次嘅餵食次數，就會令港鐵站被祭霸。MTR Mobile 會展示出被祭霸嘅港鐵站，被祭霸嘅港鐵站將會放置野豬軍同埋祭霸貼紙，令到更加多人餵食野豬軍。滿團列車，當同一條顏色線所有港鐵站被祭霸嘅時候，滿團列車就會開出。內有達摩貼紙、達摩公仔霸佔座位，同埋過渡關內座俾佢嘅米飯班主。同時會有滿團列車嘅熒幕提示同埋廣播。團購計劃，團購計劃嘅3大宗旨為請勿餵飼野豬、為野豬絕育同埋擴展綠化帶。時推出團購紀念套票，有車飛卡套、達摩鎖匙扣及附上一份完全團購手冊，講述收益用途同團購計劃眾籌網站。野豬軍嘅最後同埋滿團列車內都有方法開啟完全團購手冊，分享正確保育野豬方法。慎防野豬達魔化，請勿餵飼野豬。